巴国书第2章，上主回答：我要爬上守望台，徛伫堡垒顶观看，听候上主对我讲甚物，看伊要安怎应答我的埋怨。上主应我讲，将这个启示写落来，清楚刻伫板呢，互人一个看就明白。这个启示在听候指定的时间一个到，所讲的结局就会实现。指定的时间虽然感觉较慢，也顾着等，因为一定会来，袂延迟。你看，心无正直的人自高自大，毋过义的人会对神来活。不义的结局，财富会迷惑人，互人骄傲。贪欲亲像阴虎吞袂甜，伊的心亲像死亡袂满足，想要征服万国，互万民拢归顺伊。受征服的人会用俗语，譬如甲伊讥刺痞相讲：你惨啊！你囤积头体内的物件，用别人的底仔趁大钱。你做这款歹代要到第时？互人剥削的人减袂忽然兴起，因减袂兴旺，互你皮掣。迄时你会变做因的拿物。你有抢劫真侪国家，列国中所剩的人嘛会甲你抢，因为你有流人的血，毁灭境内的城市甲内面的住民，为家己的家积聚不义的钱财，伫悬的所在做受毋望脱离灾难，这款人惨啊！你计谋要毁灭真侪国的人民，煞互你的家受天辱，害着家己的性命，连壁石都会嗷叫，厝的牛嘛会应声。用杀人流血建造城，用罪过建立城市，这款人惨啊！你看，人民落落得到的，互迄小气；列国拖磨得到的，拢落空。这减毋是上主万军的统帅的作为，全地要充满对上主荣光的认识，亲像水充满海洋。互厝边啉酒，啉甲水茫茫，通看伊赤身裸体，这款人惨啊！你得到的毋是尊严，是极大的凌辱。但话你啉甲东倒西歪，上主大受气的杯会轮到你遐。你的阳光会变做见笑，你有对黎巴嫩做凶暴的事，你会受较大的凶暴，野兽拄到的毁灭会互你惊吓，你一定会受报应，因为你有流人的血，毁灭境内的城市甲内面的住民。雕刻的像是人做的，有甚物利益？铸造的偶像甲人虚假，有甚物路用？师傅我靠家己所做的，伊做的不过是袂讲话的偶像。对插头讲醒起来，对袂讲话的石头讲爬起来，这款人惨啊！偶像减会教示人。你看，偶像不过是用金用银包的，内面拢无生命。上主伫伊的圣殿，全地伫伊的面前拢着肃静。